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啊！搁在一个日子的内底，问候大家好。今仔日感谢主有这个予咱的机会，咱做阵伫线上做阵要来分享上帝的话啊！今仔日我要照着圣经的旧约利未记第2章要来甲大家分享，咱拢是上帝的工课你新约较有你讲咱原来拢是上帝的工课啦你基督内底来造成的就是要叫咱会当做好预备咱会当来做好，所以这是真水的一项代志牧师今仔日要照着讲，咱会当安怎做上帝伫咱身躯是安怎做，咱会当互上帝来甲咱操作了，咱会当去做较水、更较好的代志来荣耀上帝互咱有一个美满的人生这就是今仔日主耶稣要互咱的分享的这个经文咱伫遮要来讲。今仔日你听我来先讲起这个利未记，到底利未记是咧讲什么呢？利未记本身伊来讲就是叫做上帝呼召啦上帝呼召什么？呼召人来甲伊的面头前啦。上帝要呼召人来伊面头前呼召人来伊的面头前是要创什么？大家拢知，呼召人来面头前是知影人有真侪艰苦困难的代志，特别伫咱即马所面对的这个末世的时阵，咱一定会面对真侪的困难。所以主要所有你甲咱讲这个世上有苦难，咱伫主的内底有属天的平安啦。所以牧师照着一个新年的第2礼拜要来甲大家分享，上帝咧呼召咱，要甲咱祝福要甲咱，互咱有真好美满的人生的时阵，伊会安怎做咱安怎来配合？咱安怎来配合？所以要照着利未记的第2章牧师要读经文毋过先甲你介绍这个利未记到底你旧约的时阵，伊是什么意思对即马咱会当来理解咱对即马现代来理解，到底利未记是咧讲什么呢？来，你若看到旧约的时阵你会当看到这个叫做出埃及记啦出埃及记，伊就是上帝伫西奈山的时阵，伫遐咧讲话甲人对这个以色列甲救出来对以色列无对埃及歹势，对埃及遐甲救出来诚做上帝的子民就对诚做上帝子民利未记就是讲人救出来了，咱安怎有法度伫这个上帝内底来领受这个祝福咱人安怎来依办家己互上帝的祝福甲上帝的关系会愈来愈好有一个真美满丰富的人生就对其实你若看到新约嘛是同款，新约的福音书你甲看咱的主道成这个肉身伫咱的世界当中尾福音书了后就变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就圣神来到咱的当中，伫咱的内底来帮助咱互咱会当经历安怎更加好分别出来诚做上帝甲咱做出来足水足好的一个空伫咱的顶悬，互咱诚做真贵重的这个器具就对。所以牧师今仔日就是要照着这来甲大家分享这个有关于这个咱安怎会当互上帝来咱身躯做工呢这个时阵，咱来看这利未记内底有5个献祭有5个献祭。这个第一个献祭做烧祭烧祭就是完全奉献了上帝的代志，伊有这个祭。所以讲咱了解讲这个利未记内底就是真正甲咱献祭甲上帝的关系要安怎互咱会当更较好第2项这个献祭内底咱会当看到就是这个平安祭这平安祭就是讲咱感恩感谢上帝对咱咱安怎来感恩，咱来感谢，咱来行这个心愿来献祭来阿罗上帝的这个祭有一种就是这个赎罪祭赎罪祭赎罪祭就是讲真济，就是讲咱毋是超过伊是无注意是讲这个无法度补偿的罪上帝嘛是愿意甲咱赦免咱的罪所以伊就用这个赎罪祭来表示就对来献这个祭另外还有一个过补祭。过补祭就是讲咱若有一寡代志就是讲咱
会当去补偿的，咱去人补偿的，咱若拍歹咱物件，咱去人补偿的做，来去甲上帝献祭，讲主我著甲补偿，请你原谅我做毋对的代志，这个补过祭就对，咱今仔日要讲的就是平安祭啦，毋是平安祭，是赎祭，是同位一个做赎祭，是赎祭，赎祭就是讲着咱免哪生活，对咱人的生活工课啦，这到底咱要上帝伫咱的身躯，是要安怎做，互咱会当食做迄个贵重的器皿，互咱预备咱做了好，你世上也好，还是将来也好，咱拢会当满满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今仔日牧师要照着这个利未记的第2章，甲大家来分享，咱拢是上帝的工，上帝预备要来甲咱操作，要甲咱来整个来整理，互咱会当更较好。这就是咱今仔要分享的代志。这时阵咱先来读伊的经节，来读伊的经节。伊的经节伫遮里讲若有人要来献这个赎祭，做这个耶和华的供面的时阵，伊就爱用迄个油的面粉，顶悬燃油，顶悬放这个炉香就对啦，第2节讲。这放了爱带去到亚伦的子孙遐做祭司的遐，祭司就爱对这个油的面粉当中摕出来一把，共款出一寡油，甲这个乳香，甲放去，怎烧咧弹的顶悬，献予这个咱的上帝耶和华做香香的这个火祭，你这个赎祭所剩的，就爱归这个亚伦甲伊的子孙，要献予耶和华的这个火祭，这是从继承的一个就对。这时阵咱压头来祈祷。现在最后说，阮感谢你，搁再一届用你的话语，要来帮助阮，来明白你对阮的祝福。知影这个过程当中，主，阮拢是你拣选的。你伫阮的身躯顶悬，你有真侪要来创造，要来改变，互阮的人生会当更较好。所以这时阵，阮甲兄弟姊妹拢交到你主你的手头底，求主你来赐福，来帮助阮，会当你主你的带领当中，会当更加变化更加好，会当互阮的人生一步一步更加充满的主你充满的祝福，也是充满主你的恩典，互阮会当真正是欢欢喜喜行在这个人生的道路当中。像是主阮甲所读的。是所分享的这时阵交伫主你的手头，愿主你保守阮，你听也好，还是讲也好，拢伫你主话语当中得到启示甲教示，互阮会当满满的得到主你的心意，会当得到主借着你的心意所赐福阮的福气。主，阮这时阵甲兄弟姊妹拢交在你的手头，互听的也是这个讲的，拢伫主的保守当中。欢欢喜喜来领受主你对阮的教示，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咱拄则干那读第1节甲第3节，其实这内底总共有10几节，咱先讲这个第一项。咱拄则讲，若有人要献这个赎祭，要互这个耶和华做这个供面的时阵，就爱点悬燃油啦，这个炉香等等，你爱想。这个祭面是啥物？这个祭面是幼米粉呐。这个祭面是幼米粉，你爱想我这幼米粉是安怎出来？你爱想幼米粉就是咱讲的迄个水啥物来甲拧，一直拧，一直拧，搁一直甲塞，一直甲塞，一直甲拧，一直甲塞，一直才法度做迄个幼的米粉出来啦。才法度做迄个幼的米粉出来。所以讲，你爱想讲这个幼米粉要做出来时阵其实伊是经过真济真济安怎的过程，的过程甲考验，经过真济过程甲考验。所以上帝第一项要甲咱做的代志，就是讲，伊咱要请咱做工，伊个爱甲你这个旧的这个爱拍碎啦。你旧的这个若无拍碎，就无效嘛。我捌听人你讲，你规杯一杯内底拢是水，你水啦，你若无甲倒掉，你新的水就入袂去。咱这个旧的这个形，咱有咱的惯势，咱有咱的生活的世界的惯势。不过咱即马是真做新的人，是上帝拣咱，咱要甲咱
超办，互咱做贵重的器皿。所以这个时阵，伊有一个工课，就是爱甲你拍碎，爱甲你拍碎，你才有可能。所以伊甲咱讲这个素质，一个开始就是用迄个幼米粉，幼米粉，你幼米粉你就是爱盐爱甲磨，个过滤过，安尼一遍，搁一遍，搁一遍。当中你讲，这个加这个啥？加这个油，加这个乳香，油是啥？尤其是讲有圣神的作用，油就是讲你圣神内底，咱今仔日咱来食做上帝的家里，就是圣神的感动互咱伫这个当中，咱大家嘛知乳香是啥物？会通讲个祈祷，咱嘛知真侪人甲咱祈祷，咱就慢慢了解讲，咱嘛咧祈祷。所以我相信你安怎做基督徒，我毋知影别人，但是我了解我毋是讲一声我就做基督徒咧，嘛是真侪人甲我祈祷，我有当参与因咧祈祷，我有当受这个圣神的感动，我一届讲，我咧做基督徒是毋是安尼会受捆绑安怎敢若袂惯势安尼？我相信你若是毋是一开始就做基督徒，也是尾仔做基督徒，你就有真侪上帝伫你的生活中间旧的物件就爱一项甲拍碎。咱较早咱可能嘛袂管是讲礼拜爱来聚会，嘛袂管是讲爱去参加这个爱固定来去参加聚会，也是固定爱查经读圣经这较早你可能无做基督徒时你拢袂做但是你做基督徒时，你拄仔开始读圣经时，我毋知你有这个感觉，我讲，拄仔开始读圣经，逐项嘛读无咧，我足艰苦的，讲我爱读，搁读无，搁读到爱困，所以有讲咧笑话讲，你若暗时困袂去，读圣经同好，读就困去迄是我较早。即摆读圣经袂困去，为啥？已经改变了嘛。你感觉圣经上帝话是足好诶，甲咱光，甲咱照，咱充满温暖，咱充满安慰，充满快乐，所以咱就无共。所以你讲你爱了解讲，上帝一开始要做诶物件，要甲你做就是要甲你破碎。当然，你讲我即摆基督徒爱破碎对咱真侪物件，上帝一项甲咱破碎，甲咱重新盘烂比如讲个。借着祈祷，借着圣神，甲咱感动，甲咱搁磨一届，搁安尼一项一直甲咱做，尾咱就当献上你互主来使用啦，献上主来使用。你有想看卖无？摩西当初伫这个埃及的这个皇宫内底大40岁，伊踮咧皇宫敢无好？伊踮咧皇宫学的物件敢无济？伊嘛真尊贵啊！毋过上帝袂当用，一直甲伊做毋对代志，走去甲旷野40年。这当中40年内底，你旷野内底，上帝嘛一直陪伴，是无出声尔，一直甲操练，操练到尾80岁才叫伊出来咩？叫伊出来时，摩西嘛会惊咧。毋过总是上帝的话拢甲讲。所以这就是一个过程，咱爱破碎一遍搁一遍。我搁问你，这个约书亚当初要去拍这个亚利哥城的时阵，你会感觉伊要讲去拍迄个亚利哥城的时阵，你有感觉这样代志无？因为将来无人安尼甲亚利哥城安尼拍落来啊！迄个方式你若无去互上帝甲你讲、甲你启示、甲你破碎你无可能受这个方式啦。后人射迄个城射一天射1年，第7天射7年，了大家发声分声迄个悬悬的墙，迄足勇的墙会放落来，迄啥物信？迄无人要信啊！咱是上帝甲约书亚讲，你就爱脱下，你爱脱下，你爱分别出来，你爱破碎，你较早你来遮看你来遮看这个城市要哪讲你拢用你的方式。来，我甲你讲一个你毋捌的，你毋捌用过的方式，你要做。所以讲，这个过程，咱若是愿意顺服，咱若愿意服这个咱的上帝、咱的神来甲咱磨，当然这当中会艰苦。不过你若有了解，这当中嘛是充满真侪祝福，你家己想看觅？你咧温哥华，我毋知你有捌拄过无？我捌拄过真侪人，来到遮，伊来到遮的时阵，伊真侪生活伊无法度适应，我有拄到一个人，伊本来毋是基督徒，
我带伊信基督。这个工中啊，阮就慢慢常常有当就读圣经，甲分享，伊就慢慢讲，互伊愿意安尼做。伊本来踮咧伊来所在地位这个各方面大家拢爱看伊头面的。虽然伊毋是真有钱，伊是技术移民过来，伊毋是真有钱，毋过伊有技术伊应该讲伊的读书啥物拢足悬的。结果来遮时阵，拄仔来无人要用啊！大家讲你来，你无遮经验，免来当用。伊心换啊，足伤心的讲，来到遮，互人看无起。我咧较早离我的所在遐尼好，伊的心会安怎想？伊的心会想讲，敢若来毋对啊！毋过我甲分享讲，如果你若了解你今仔日遮，毋是敢若讲自然的，你知影上帝要赐互你无？伊讲有影，上帝要赐互我，我讲是啊。你若了解后，你就讲看会到。伊讲好。我愿意相信上帝要说话我就甲伊读圣经，我就甲伊分享。结果伊讲好，我愿意。伊就去做一项工课。较早迄当叫人分你就送迄个电话卡啦，开一台车做后就到处去送电话卡。因某安怎做阵？因某是去伫迄个电话公司内底算讲敢若一个接待员。照你讲因咧国内底拢足好，来到遮完全拢无共。毋过我甲讲，上帝若带恁来到遮，你今仔日要捌上帝，上帝一定赐互恁的时，你愿意无愿意？讲你愿意甲放下，你一步一步行。因甲我答应讲好，尾仔嘛信主，即摆人咧就伫美国。这个过程当中，伊愿意顺服，伊愿意破碎家己讲我较早无论我即摆我来温哥华，我对重新开始袂要紧，我愿意囥诶。伊阵仔伫即个送即个电话卡。我相信拄开始我甲伊分享，伊甲我分享时，我嘛会当了解讲迄个心情，感觉会感觉讲我较早读书读甲安尼拢袂歹，即摆来到遮做这，我相信这个心情你会理解。毋过因为伊愿意就是讲主啊，我愿意靠你，主啊，我祈祷，这个一步一步，不但伊虽然送这个电话卡拄开始，尾啊，伊嘛搁去。读书从啥物一步一步，结果上帝赐予伊有一个真好的电脑的工课，直接去迄个美国 DC 华盛顿，伊即摆人离啊。遐伫即个牧师要讲的意思就是讲，咱身躯有真侪上帝要甲咱破碎的所在，你破碎当中有真可能咱会无爽快，咱会感觉解药，咱会感觉讲主啊，敢着爱安尼。毋过你爱想看觅。咱毋是基督徒咧，咱来想看觅咱的主耶稣。咱主耶稣对天顶来到地上，伊伫地上的每一工对出世开始，甲伊大汉甲顶十字架顶悬，你甲看伊敢有好过？你甲想看觅伊敢有好过？出世你嘛较出世较好诶，出去是迄个买做凊彩旅店嘛比较好，无啦。你甲想看伊大汉诶，大汉诶过程当中，人会看讲你讲恁妈妈是圣神，甲你感动生出你，敢有可能？你看，你若咱照咱这样咧想，耶稣爱面对偌济诶，迄个妇人迄种诶攻击也好，也是大汉出来传福音新做足侪新俩，别人嘛要甲抬，要甲挂，要甲骂，你是讲我顶我死，本来头前讲欢迎，你看人就是安尼，但是主耶稣替咱所做诶，伊愿意讲。生存，如果真的是天父要互咱的，愿意顺服，所以伊迄个生命拍线，你甲想看觅，迄个拍线出来时阵，祝福偌济人。今仔日我相信咱若愿意，你新的一年开始，咱讲主啊，感谢你，我旧年袂歹，我即马当然我用人更较好，总是我身躯。总是若你感觉无好诶，你会当甲摕开无？还是甲泡水无？轻甲拧无？像讲甲拧做敢若迄个真油诶面粉安尼，互你用无？现就着单双互你用。我相信这个现上诶时阵，一定迄芳开足芳诶。所以讲，为什么咱若愿意互主来拍水？咱身躯自然有迄个基督诶迄芳开出来嘛。这是咱所了解诶代志嘛。所以咱新诶一年，咱相信上帝继续伫咱身躯要来做工。你愿意要来做无？上帝，你做出我要赐福杀人，
但是伊咧走出要束缚杀人时，伊嘛是你走出讲上要互伊伫咧身躯来做改变做工咧。你若无要做，伊会顶头，伊会耐心等，但伊袂勉强你。但是问题是你的福气咧，哦，你经过这你可能会艰苦，不过你的福气搁较济。所以求主来帮助咱讲，你新的一年内底，咱会当搁再来思想，讲主新的这一年，我有啥物所在？主，你要甲我敲喙，吼，啊，要互我什么面对问题？我对你来开来，我愿意。圣神啊，你来帮助我，我照着祈祷，我怎献上予主？我相信你一定是足水的，我相信你一定会当看到上帝福气满满伫你的顶悬。所以一个开始的数字，这个数字一个开始，讲用幼米粉，就是讲上帝讲我要成功要甲你做工，即马你爱我甲拣我水，拣我搁甲过滤，搁拣，互迄个死的迄个幼的米粉出来的时阵，我即马搁有这个油啊放入去，圣神，搁有这个啥物，这个祈祷会愈芳甲放起去，很像你主的面头前，主讲，这有够芳的啦，兄弟姊妹你买无？你若买，你来准备好，讲主我伫遮，我愿意，主你来帮助我，无论我年岁偌济，我总是有一寡会当互主来拍碎，互主来用，互主感觉讲，这足好诶，我家己本身会当伫遮嘛得到好处。所以咱伫遮会当看见，就是讲，咱是上帝讲的第一项，主要甲咱做的，就是甲咱无好的物件要拍互碎，要互这歹走，要歹走，这是第一项。咱继续来读，拄则来读的。咱就要继续读第4节，咱要读到这个13节。你来看这个数字内底，开始无共开始无共，伊安怎讲呢？伊开始你讲这个物件，伊开始讲这个若是用火炉烘的这个数字的这个物件，伊讲爱用这个油啊，要用无迄个无加的这个迄个啥饼啦。较早拄啊开始是粉，即摆是饼咧。你甲看我怎么饼？讲也是用抹油的无加的薄饼。即摆现在是变饼你来看变饼咱主要是米粉尔。咱这是什么意思？咱等下继续读，继续了解。伊讲若是用迄个迄个煎饼，做的面来做煎饼煎过这来做这个数字。嘛是共款，爱用这个油调过无加的这个这个细面无加这个这个饼就对啦，做一块分成块，顶悬搁淋油，这是数字。若用这个塑料鼎鼎落去做，咱拄则讲迄煎盘，进前是讲这个火炉，咱用无共，你家己等下我会甲你讲。开始用火炉，刷落用这个煎鼎，即马迄个煎鼎。就是迄啥物名？我小想者，火炉这个铁迄个啥煎，尾就第项就是用鼎就对啦，用鼎。这3项内底，你若有注意看，伊讲你若用这要做，爱经过无论是火炉啦，还是这个鼎啦，还是这个煎盘对，大家台语就无好势歹势，煎盘，用煎盘。用这个火炉，还是用这个鼎？不过你甲看，伊即摆的物件是啥？是无加的无加的饼，无加的饼，无加的饼，还是薄饼，拢会使。但是即摆就无共，因为现的是饼，所以咱来看这个代志，咱继续读，咱继续搁读一个，伊讲这个物件要做数字，要带咧耶和华面头前，要放祭司，摕去端前。那这些要对数字当中取出来做纪念的，要甲烧咧坛顶悬，这是献予耶和华为香气的火祭。数字存的要跟亚伦伊的子孙，献就耶和华的火祭当中，这是继承的，这是继承的，这是继承的。咱搁甲读，伊讲献就耶和华这数字拢唔通有这个价，你唔通烧一点仔价，一点仔米。当做火祭献予耶和华，因为这价无好，这就是歹的物件这个蜜伤过甜，有当会无好，伊就袂使有这个价加这个蜜这个面要献予耶和华作为初熟的供面，只是唔通你着坛顶悬献为香香的祭只是
伊讲，若你若加蜜，还是加这个加落去都袂使啊。哦，这个表，咱等下来解释讲，为啥袂使加蜜，袂使加这个加安尼。吼，伊讲话现过的这个素质哈，的面啊，拢爱用盐调过。你素质顶悬袂当欠的，就是你上帝入约的盐，一切讲面拢爱配盐来献就对啦，吼，配盐来献啦。爱配盐，伊讲这盐是约，意思讲上帝跟咱有约束。上帝跟咱约束就是跟你约束讲，我要在你的身躯要甲你正做，吼，你是真好的这个器具了对，吼，要正做你贵重的器皿，吼，我要甲你做好，啊，这我要甲你约啊，啊，所以你爱要安怎做，吼，啊，咱拄则讲头前是幼米粉，啊，即摆无共变饼，吼，所以你来想，哦，安尼我知，你知影啥？为啥袂使有蜜？为啥袂使有钾？哦，意思讲，咱爱过什么生活？哦，咱爱过一个有一种叫做无罪的生活就对啦。意思讲，咱即摆上帝甲咱拯救过来了，哦，咱就安怎就爱来撇免这个犯罪事情，哦，好爱分别出来，爱圣洁出来，哦，咱爱分别，咱爱圣洁啊。所以，伊即摆是这个饼，意思讲，我要甲你定罪，你即摆甲你研做粉尔，毋是甲咱要做粉尔，伊即摆要甲你讲变做饼，啊，毋过饼这个饼内底吼。你袂使有这个犯罪行为，啊，意思讲你爱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啊，你圣洁的生活，啊，你爱过圣洁的生活，啊，当然，这个圣洁的生活，伊会安怎做？伊会安怎做？哦，啊，你就看，你就知，哦，这个火炉啦，这个煎鼎，啊，搁刷落去鼎，煎盘啊鼎呢，这艰苦的，你若是迄块饼，你会艰苦的，哦，烘到要死呢，是毋是真可怜？哦，够艰苦的啦。不过你若安尼想的时候，你还阁想一件代志，就是讲上帝要甲咱讲，哦，我即摆吼，甲你研做粉，毋是干那做粉尔，我要甲你重新甲你塑造，塑造了吼，但是这塑造当中，原来共款，爱经过考验，这当初。啊嘛爱经过这个火啊啥，你看这个火上面的意思讲什么？我就开始互咱真侪会当了解，就讲这火当中就真侪诶环境会互咱的这个考验啦。啊，这你会想起啥？是你家道路啊。所以每一个人拢共款啦。上帝要用的要创了，若无经过十字架这个道路，这火烘完就无法度啦。所以你看这个献祭当中，其实上帝一直来讲，伊要安怎甲咱破碎了，要搁甲咱重新做，啊做了这当中要安怎去做搁较好，搁较水，啊这嘛是共款。这当中，伊即马甲你讲，咱对上帝迄边求出来了，你是什么款的人？你是新造的人嘛？啊，你新造的人，上帝讲你爱过一个什么生活？爱过一个叫做无价无味的生活。你意思讲你莫搁去犯罪嘛？你要撇免这个罪，啊，这个所在爱考验，嘛是我爱考验，可能用火甲你烘，用火甲你煎，等等，哇，这艰苦，足艰苦的。兄弟姊妹，咱若听到这，我毋知讲你会感觉讲，哇，那这艰苦敢袂？不过你会去想看觅，我毋知影你捌去台湾看人咧做迄个。灰啊灰啊，人顶做插花的灰啊，什么，还是花间的有，顶有足水的迄个花也好，还是颜色也好，足水的，你捌看过啊？你也想看觅，伊迄安怎出来？迄当初迄师傅甲抹咧迄个灰啊顶悬也好，还是你顶悬甲抹起来，安尼就伊有法度冻久无？无法度啊！伊爱经过什么？经过火去烘，温度有悬无？温度有够悬的，但是烘出来咧，大家拢讲这有够水的，不但水啊，会当冻足久的，会当冻足久的啊！兄弟姊妹，你爱理解，主伫咱的身躯用足侪心的啊，敢若你。用迄囡仔心情顶悬，是毋是用足侪心的啊？
囡仔若不爱做，玉不琢不成器。上帝伫咱的顶缘，伊要互咱成做有贵重的器皿，迄种贵重的迄个器具的时阵，伊的用心，伊的方式，可能你会感觉无介好势。不过咱来想看觅，为了咱的好，咱愿意配合无？咱愿意互上帝用无？咱愿意互上帝做无？咱愿是上帝讲。上帝要甲这全部福气，你来像耶稣基督。你是你家顶悬所做的顶悬做了后，你甲想看觅，所留落来，不但迄代人一代一代拢得到福气。你若愿意安尼做，你会想看觅，你的福气毋是干那你尔，你一代一代传到你后世的福气。敢讲你毋是要安尼做的人？我相信你袂。总是有当时会艰苦，无毋对。毋过咱的子孙若好，咱即个艰苦咱会当做无？会。我相信咱甲即个上帝做的方式，咱也来分享，咱也来甲了解。上帝毋是干那甲咱破碎尔，伊要搁甲咱重新来塑造。即个塑造内底，共款爱用会行过，爱靠圣神，嘛爱祈祷，爱献了主。安尼就无共，所以你若注意圣经定定，你讲吼，咱是安尼啦，咱圣经定定甲讲吼，你若有注意，你讲啊，耶稣吼，耶稣因为去你十字架，即你十字架顶悬，吼，进前人往迄锁咧拍，咱即下毋是讲啊，因为伊的鞭伤，咱得到医治，啊，因为伊愿意顶你十字架顶悬，啊，咱得到平安啊。所以求主帮助咱，伊要安尼做时，你愿意顺吼讲主啊，我即摆是你所救出来的人。我当然我无完美，但是你要甲我操作，要甲我训练，我愿意交就在你的手头，因为我为了迄将来更较水的，我就愿意。所以圣经有咧甲咱讲，咱拢爱经过火炼啦。咱若咧火炼的当中吼，咱毋好叫做艰苦，因为咱会当得到生命的冠冕更较济，更较水。迄是要留互啥物人？上帝讲，我就专门要赐互这个人愿意听我的话，愿意照我的话人去做的人，我要赐互这个人有生命的冠冕，了我要赐互因真大的福气。主耶稣嘛是啊，主耶稣将你十字架完成了后，上帝天边安怎讲地上的、天顶的拢伊的啊。今仔日咱也愿意接受这个面对，讲啊，咱即摆的 COVID-19 环境遮尔歹，主，我相信，因为这你目屎，啊，这是你有稳准的，我这真艰苦。不过我相信呢，主，我愿意面对这个这个疫情，面对这个瘟疫，啊，面对这个环境时，我哪勇敢？讲主，我毋是我勇敢，是我靠你勇敢。啊，这是你所命定的，你目屎时代就受这个瘟疫，所以我毋是叫这瘟疫提走。我讲主啊，瘟疫伫遮的时阵，你帮助我会当伫这瘟疫当中，敢若火炉安尼你烘的时阵，我忍受会了。我会当甲人无共，我会当献上互主来用。讲主啊，你所温准的，你所互阮的，若是对你来说温准的，我就愿意顺服。所以兄弟姊妹，你若会记圣经的迄个新约捌讲的，讲咱将来有一日。咱伫主的面头前，咱拢献上咱伫地上所做的工程。讲这个工程，你主的面头前若烧过，哇！你若拢变腐，啊，都无彩工咯，啊，都无纪念咯，无啥物拢无。啊，你若烧过了，哦，那敢若迄种会当敢若金啊啦、银啊啦、宝石啦、等等金银宝石这种的。你当你也欢喜，对吧？所以讲兄弟姊妹，咱来面对的就是讲，咱经过这个火考验了，咱心内虽然会感觉讲真艰苦，不过咱用一种无同款的看法讲，主啊，我感谢你，你这么艰苦的当中，我要专心来挖苦你，互我的生命互你的手内底做愈做愈水。
上帝，你找这个人，你袂无？愿上帝赐予咱，讲新的一年开始，讲主啊，我伫遮，我愿意，拣米粉也好，即马做饼吼，要我甲我敲咧也好，主，因为我知影你后壁的祝福比头前搁较济时，我就愿意忍耐。我相信即马真侪囡仔，你读书嘛是爱着忍耐，伊即马面头前，无论是读书考试啥物，嘛是一种考验。为什么要面对这个考验？都是为了搁较后边会当搁较好嘛。所以咱嘛是叫这囡仔忍耐，囡仔轮到咱嘛就上帝若互咱嘛会当理解讲咱爱忍耐。咱会当讲来用感恩的心来看咱所面对的环境。所以讲，这个疫情来的时阵，大家惊吓无毋对。不过我的心情是甲大家分享讲，是啊。这若是出于上帝，我顺服啊！我相信伫遮，我要看到上帝要带我安怎行，要带我去经验。伊这个当中，这几年若这个代志这济，是毋是免哪去行，免哪过？我会当过较更较好的生活咧，会当互我这个丰富更较济出来咧。这就是咱会当来思想的代志。所以讲，上帝要咱咧身躯做工，第一样甲咱破碎，第二样要甲咱定心塑造。安尼了尔吗？你来看，咱再转来看，咱搁来读尾啊这节的圣经。咱尾啊，咱搁淡仔圣经，咱来读，咱来读最后一段圣经。这个圣经最后这个14节伊讲，你看即摆搁讲，伊讲若要向耶和华献上初熟之物为素祭，你就要献上烘过的水啊，就是要润过的新的水啊，当做咧这个初熟之物来献素祭。当然。伊讲嘛爱抹油，加顶管嘛是爱放罗芳，这是素格这是爱甲其中摕做纪念，就是有润过这水啊，搁一寡油加罗芳，拢爱烧献了这个耶和华的火祭。你甲看，伊即摆搁讲素祭内底米粉饼煞了即摆伊搁讲初熟的这个米水啊，是嘛是爱加过，你会想这是啥物意思？为什么伊来讲这要献上主？你知影啦？这个拄啊出来这初熟的这个面啊，你要了解伊等于是甲当时的这个做农夫的讲，这个若出来的时阵今年赞啦，今年赞啦。为什么？今年你要丰收啊啦！所以你看到这时你想到啥？你想到讲咱若无白带入去袂当发觉较济出来。我相信有真侪人来加加拿大，包括我共款。我捌听过人讲，哎哟，咱做这许多人带囡仔来加拿大。有的囡仔讲我都不爱来啥物，其实囡仔是袂了解，但是我相信咱会当了解。咱来遮毋是为着咱的好，咱愿意甲带入去。带入的目的是要咱的子孙更较好。所以，伊这初熟的物件出来的时阵就是敢若讲，今年会大好日子啊！迄做田的、做农夫的会欢喜讲，赞！看到这这后边这会一大片一直生出来，一直生出来。所以咱的主的圣经里讲，一粒麦子，一粒水啊，若无等你土内底袂结更较济，会更较济水啊出来。感谢主，咱的主为咱定立十字架，为咱死3日了活起来。这个生命，你甲看耶稣的生命所展出来，你甲看本来人的温度，耶稣死的时阵，迄当阵的心情，不要看到耶稣对死个活起来的时阵，兄弟姊妹，因的忧愁就变作快乐。伊的忧愁就变作快乐，所以求主帮助咱会当看见一项物件，就是讲一粒麦啊，迄个水啊，若无你涂骹死了，另外就一粒。毋过你若愿意安尼做，你若愿意安尼做，你就会当真侪生出来更较济。所以咱会当了解为什么这个素祭的所在最尾来讲，你爱讲初熟的水啊来献祭。因为伊要甲咱讲，这个物件经过润过这个物件，其实已经要甲咱预先报告讲，你的将来有偌好都偌好啊！你的将来有好啊！这个歹年冬已经过去啊啦，
你若愿意安尼时阵，你就了解讲，哦，咱无共咧，咱无共啊啦，咱变做一个更较水、更较好、更较无共的咱的这个人生，咱的人生。所以兄弟姊妹，咱若要有这个，讲讲咱的生命啦，不断经过这个操练的过程，不断在破碎过程，你就了解讲，原来咱的生命，迄个生命力好，也是咱的影响人的这个感染啊，这个感染力也好，会人互咱看到讲，有这个信仰的人确实无共。我相信恁拢会去感觉啊，尤其是这种咱所面对的这个COVID-19 很多，我拄到真侪基督徒，你面对这时，因充满的是，甲一般人的表现是完全无共，因为迄个生命力无共嘛。因为伊知影过去，若即个过了后，敢若讲，大家拢咧惊世界末日。毋过咱基督徒毋是讲惊世界末日，咱是讲主啊，世界末日若你较早完成新天新地就来啊咯。咱是看到这啊，但是一般的人看到世界末日惊到要死啊！我无望啊，我这下无望，我哭了。但是咱无共是了，咱无共是讲，咱看了讲主啊，这个环境安尼，迄个我愿意入去，你生出迄个水的生命出来时，我的丰富更较济啊，我的丰盛更较济啊，我甲别人无共，这就是超越啦，来超越的代志。所以咱来了解讲，照着今仔日这个数字为什么伊用的物件？第一项是幼米粉，第二样饼，第三特别甲咱讲的是，拄啊初熟出来的一个水啊，甲验过，嘛是共款。你甲看这当中嘛是共款哦，拢爱经过这不断的考验过。不断的考验过，所以讲，咱也会当了解当初为什么你入去旧约的时阵，拢用这个限制来提醒当初的人，讲你安怎爱限制，会当表达你的生活，会当安怎对一直得到上帝来的丰富，你甲上帝的关系，安怎好，就是会当来做这个代志，所以用限制方式来表现。那今仔日咱共款，虽然咱家己本身就是会当限制，所以咱家己现象，咱就是祭物，咱就是迄个祭物，上帝会甲咱建做粉，上帝会甲咱做饼，上帝会甲咱讲，咱因为愿意带入面迄个水啊，洗出来的时阵，互咱变更较好，更较丰富，所以咱会当互相来勉励，咱的信心若有伫遮。愿意互上帝讲主啊，我信心无够，你来加添我，我愿意安尼做。你的信心，互主看到，愿意献上，我相信你的今年，你绝对会大改变。其实，咱2021年，我家己经验的2020年，当这个风影来的时阵。我相信大家拢教会兄弟姊妹拢会讲，即摆刷到教会要怎自会？即摆是毋是安尼？就大家拢散去啊？其实我所要分享的是，你若真正咧注意，无需甲你分享的是，旧年迄年教会更较丰盛，教会上帝祝福更较济，教会互兄弟姊妹的即个属灵的生命更较济成长。因读圣经，捌上帝话，更较济，更较经验，更较平安。所以今年我哪共款？共款什么？环境无一定为咱效力，不过问题是你愿意无愿意，甲你当作祭讲献互上帝，讲上帝啊，我愿意做这个祭献互你，烧互你，你伫我身躯来做工，我愿是你上帝手的工，我愿意顺服，你来甲我笑，甲我内容无要紧，因为我愿意要做一个。贵重的器皿，我愿意要做贵重的器皿，所以圣经定定甲咱讲，亲爱兄弟，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毋好奇怪，你要欢喜，因为你是甲基督同款受苦的，所以你荣耀显现的时阵，你嘛会当欢喜甲快乐。所以咱毋是为着即嘛，
当然即摆无爽快，毋过咱为着将来，咱来了解，咱即摆时阵咱愿意献上，啊，你都无共，哦，啊，咱搁对下骹看啥物？讲哦，咱既然是天父的儿女啦，咱是伊的后嗣啦，就是上帝的后嗣啦，咱就甲耶稣基督共款做后嗣的，咱就是甲伊共款。你现代时阵虽然受苦，毋过将来咱会甲伊共款得到荣耀啦。上帝你找这啊？上帝你找你啊？啊，你愿意无？你愿意无？你有愿意互上帝的手来甲你做工无？你有愿意上帝讲我要用你，我要祝福你，吼？啊，你有愿意我来甲你做这个器具啊无？你有要领这个好无？嘛，咱兄弟姊妹讲，主啊，我伫遮，新的一年，哦，我愿意主你来手，伫我身躯，甲我做工，互我成做你手底贵重的器具。不但互我得到福气，我的子孙仔得到福气，我周围的人嘛，因为我得到福气，互周围的人甲我做阵学乐欢喜，讲上帝啊，你是我一生上好的祝福。虽然这个过程无一定较简单，不过你的气力教我用，你的稳定教我用，我愿意做你的器具，荣耀你，跟对你，因为你有永生的活命，你有永远的祝福，我无对你要对啥人呢？求主帮助咱，拢会当成做主手底的工，做伊的器具，做贵重的器皿。恁讲安尼好毋好？咱做阵压头来祈祷。亲爱最后所阮感谢你，多谢你，你创世时阵，你就计划，互每一个人，我靠你亲近你的人，你要你的身躯来做工，要做一个真水的工。要互因这个工会再行做各项的善事，会当不但会当荣耀你，阁会当互家己本身子孙周围的人拢看到这么水、这么好、这么荣耀的代志。所以阮这时阵，甲兄弟姊妹交在你的手头。所以阮知影，这条路是十字架的道路，毋过这条路原来是荣耀的道路。愿主帮助阮。你软弱的时阵，你这个气力无够的时阵，求主你来加添，求主你来扶持，因为主我相信，阮拢愿意顺服你的带领。虽然这个硬的过程也好，夯的过程也好，也是讲带入去的过程也好，主啊，阮拢相信你伫阮的身躯所做的，一定是将同好的赏赐互阮，因为主你接纳阮做你的后嗣，你决定甲你。一开始真侪祝福拢要赐互阮诶，干那阮要盼望阮诶后世，盼望阮诶后代拢会当有满满诶祝福共款。所以阮即时阵伫你诶施恩诶宝座前献上阮诶感恩，献上阮诶敬拜甲阮家己做过来一届献上互你，讲主啊，阮伫遮，求你差遣，求你使用，互阮会当成做你所满意迄贵重诶器皿，无但见证你。所得到的荣耀也归予你，互所有人看到阮，就称呼阮讲，阮是有福气的人啦。阮安尼如此的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